事儿，娘动不着娘啊！呀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娘，姐不要给天哥家带点棉花吗？用俺们的，不能用娘的。对，用俺们的，不能让挨冻。娘，你咋把棉袄给拆了？俺听说天给娘把她棉袄的棉花给了枣儿，俺想你明天过门的时候带点棉花过去，给你婆婆续上。哎，你心里啊要装着你婆婆点儿，对她好点儿，这样你婆婆才能对你好啊。那娘把棉花给了俺婆婆，娘咋办？不碍事儿，过2天就打春了，天就暖和了。暖和啥呀？这才5、9，还早着呢。就是，娘没棉裳可不成。哎，不好好睡觉，你在这瞎跑啥呀？睡觉去。姐，你可说啥也不能叫娘把棉袄给拆了，还有俺们呢。八宝说的对，咱们不能叫娘把棉袄拆了。俺这儿跟天后打架，正好撕了个口子，俺从这儿拿。俺这儿也撕了个口子。俺这儿破个洞，俺从洞里往外转。俺袖子这儿也能拽出来。俺裤裆破了，裤子里的成不成？只要是棉花都成。俺也给娘。不成不成，有股骚味儿。那用俺棉袄的，一准没味儿。哎，你少撕点儿，娘还得给你缝。放手，这点不碍事儿，动不着娘。啥不碍事儿？你看你这孩子，就那一点儿不碍事儿，娘动不着娘啊！呀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娘，姐不要给天哥家带点棉花吗？用俺们的，不能用娘的。对，用俺们的，不能让挨冻。哎呀，你瞧瞧，把这棉袄弄的啊！你们就作吧。快脱下来，叫娘缝缝啊！不用了，娘，等娘有功夫再缝吧。时候不早了，娘早歇着。娘，宝儿，你看，不用惦记俺，这帮小子会照顾俺，你就放心去啊。哎呦，明天就要出门了，不能哭，要不然不吉利啊。娘，哎娘，俺跟小香才把被子叠起来，
娘咋又不开了？待会儿三宝要过来坐坐。三宝？天给，三宝可能要在咱们家待几天。三宝为啥要住咱家？他跟他娘闹别扭了。啥？三宝跟他娘闹别扭？这个三宝不孝顺。三宝咋不孝顺呢？三宝最孝顺了。天后，娘，俺去挑水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天给，今天你不挑水，待会儿娘去挑。一会儿啊，你把脸洗洗，娘给你找一身干净衣裳换上。娘，俺得孝顺，俺去挑，娘歇着啊。娘，不是说啥都不用预备的吗？他叫俺哥给看出来。不管咋样，这符得做。这是啥？这个是敷子，这个是盐。待会儿让三宝一手握上一个。握这做啥？握着敷子啊，往后就有福；握着盐啊，往后就贤惠。俺看三宝握啥都贤惠不了。天后，娘可跟你说，往后啊，三宝就是你嫂子，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娘可不依你。俺不傻，就算为了俺哥，俺装也得装出来。俺三宝真是俊。你姐好看不？姐真好看。好看啥？俺没觉得。看不死了你嘴。对了，不是说姐出门子，咱们兄弟得去送吗？娘，待会叫谁去？反正俺不去。俺也不去。俺去，俺去送俺姐。俺也去。你们谁都不用去，俺就一个人过去。那咋成？兄弟要不去送，姐到那边会挨欺负的。就是啊。放心，没人敢欺负俺。这俺信。你姐这一点倒随了你娘了。也不知道二宝咋样了，该在他姨那儿了吧？说你250，冤枉了管换，你这会儿提二宝干啥呀？